嗨，大家好，今日講嘅係星岸資料嘅第33個視頻，介紹演員郭富城。生辰資料喺維基百科下載。星盤中有個特別星格，日月甲水星擁有日月水星命主，對最新最潮訊息有特別了解。郭富城嘅演藝生涯係以舞蹈開啟人生，用歌聲收穫喜愛，憑演技打爛偏見嘅極致範本。喺每個領域都做到精益求精，佢見證咗香港娛樂業由輝煌到轉型嘅全過程，始終以高標準要求自己，成為連接唔同世代觀眾嘅情感紐帶。無論係四大天王時代嘅閃耀，定係影帝時代嘅沈殿，佢都用行動證明，所謂傳奇唔係一蹴而就嘅好運氣，而係數十年如一日嘅堅持與熱愛。1990年代，郭富城與張學友、劉德華、黎明並稱四大天王，共同締造咗香港樂壇嘅巔峰時代。喺競爭激烈嘅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上，佢憑借穩步攀升嘅人氣關實力，於1997年、1998年兩度奪得最受歡迎男歌星獎。呢個一象徵全民歡喜度嘅大獎，印證咗佢喺歌壇嘅核心地位。10年間，佢公司有第4晚心情、狂野之城、愛嘅呼喚等8首作品入選十大勁歌金曲。上升勢頭喺四大天王中最為明顯，以極具感染力嘅歌聲收穫兩岸三地觀眾歡迎，歌壇成就斐然嘅同時，郭富城從未停止向演技領域嘅探索。為2006年嘅父子成為佢鋒芒之作，佢喺片中飾演沈迷賭錢嘅落魄老豆，徹底打爛偶像光環，不顧形象咁演繹角色嘅卑微與俾人蝦，用顫抖嘅眼神同生澀嘅互動，將小人物嘅無力感畫得入木三分。憑借呢突破性表演，佢蟬聯軍金馬獎最佳男主角，同時斬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，正式躋身10趴演員並列。此後，佢喺寒戰系列中飾演果斷強硬嘅警隊高層，喺踏血尋梅中詮釋審穩細緻嘅偵探，不斷挑戰多元角色，以實淨演技打爛外界偏見，用作品證明天王嘅跨界實力。星岸將每個喺 YouTube、Facebook 同 Reddit 更新，歡迎有興趣嘅朋友觀看。郭富城嘅視頻就講到呢處，多謝大家嘅收看。